我就影埋過嚟呢度。只係2米嘅距離。哇！眼睇個條袋就差。今日約咗新朋友喺馬灣168見面，有測試可以做。而家出閘啦，因為我係2米嘅，唔知道現任呢個朋友會有咩反應。驗咗第2次啦。你都冇反應啦。學住你。清朝嘅人。只係2米嘅距離，點解唐代嘅窯同埋清代嘅窯會喺隔離嘅咧？佢哋嘅年份係爭4000年㗎。呢度嘅度假村整得好 colourful， 好舒服，亦都有管理。每晚住宿大概係500蚊一晚，亦都有啲工作坊同埋商鋪。但係我估佢嘅商鋪仲係發展中啦。跟住呢塊農田，我唔知係俾客人耕種定係佢哋自己管理。就係咁樣食個披薩，望住個天變黑。搭咗咁多次車，佢好似冇發現我嗰個嘟聲係有唔同。